星岩溫德姆酒店，我哋呢度就係出邊啦，有一個好大嘅溫泉池，出邊有網球場，嗰邊有衝浪池，兒童景前開嗰個兒童遊樂嘅地方，睇下出邊嘅風景，我哋今日間房係可以望到七星岩嘅風景，睇住溫泉，望住風景，幾嘆啊！而家試下大啲先，先飲下個湯。对，这些是多出来的，来看这两个拼好。好大海鮮味啊！这个还没有拧好啊，你把它試下一啖先。对，把你要不這個是他的，有啊，呢度有螺絲嘅。好彈牙，得緊啫，呢度有螺絲。好好味。你食多啲。耶！唔阻你食嘢啦，我哋繼續食嘢。推片。而家食花生油豉，我想食豉，係咪好靚咧？試下先，最抵七時。但係媽媽幫我買士多啤梨。落去你隻碟度啊，直接攞去咬啊。我要分開。又唔係刀叉，點會咬到啊？你擺開啊。哦。好好食啊！準備食嘢啦！而家食緊雞翼，我試下先。啲肉好超彈啊，啲皮仲好好食添。個雞雞好好食添，超級好味㗎。哇，好好味啊！呢個殼仲好食啊，最好食係呢個殼啊！嗯。